我用咗 Grand Palm 好多年，佢真係可以解決晒我工作上面好多嘅問題啦。而且佢有好多唔同嘅尺寸，fit 到晒好多唔同嘅客人嘅要求。無論我想整啲咩髮型咧，佢出到嚟嘅效果都好完美。而且啲夾咧仲要好輕，仲要係國際電壓，好啱我呢啲真係飛嘅髮型師去用。佢哋真係解決緊所有用家嘅需求。佢哋有專利 Healing Stone 礦物陶瓷套襯。大學實證連續28日使用咧都唔係好傷頭髮，而且有多段恒溫度俾你揀，無論咩髮質都可以用，夾完又唔傷，仲要好有乾澤，漂完頭嘅髮質咧都可以用。我覺得係GP141 Ultra Slim 咯，因為呢隻夾我覺得每個髮型師都真係要有，因為佢除咗可以電髮之外咧，平時 set 頭佢亦都可以令到成個造型嘅細緻度更加提升。因為佢個夾板只不過係0.3寸，非常之幼，佢所有一啲細節位咧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啊！好似頭頂咁啦，一啲界位嘅蓬鬆度啦，用呢隻夾夾一夾咧，佢就真係鬆起晒嘅，成個彎位可以好靚，同埋譬如劉海前面一啲捲度啦，佢每個細節位都做得好好，而且夾完之後個髮型又有乾澤線條感，所以我都真心推薦俾大家用嘅。